市文化局邀请作家熊一平来写着1960年代美国军伫台中的历史。即天举办着新册发表会，希望透过文字甲相片，互更较侪人了解这段历史。新册一个新开出现真侪美军捌伫台中出入的旧相片，作者要带民众重游1950到1960年代台中的风华。因为过去美军的影响，导致当时模仿美军宿舍新建的这些建筑，到现在变成商用，然后变成台中市一个独特的市容、独特的街景，这让我觉得特别有趣。1950到1960年代，美军为了协防亚洲的战事，驻守伫青川港空军基地，伫台中留下真个历史甲文化，影响着后来台中的发展。这本册内面也有历史现场的小旅行，甲地景散步的地图，提供民众依照这个图去拜访当年美军伫台中所留的历史空间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